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，正国寺的常住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师父今天要跟各位报告的是三世业报。过去有一位老和尚发心要建一座寺院呢，于是在市街上面诵经念佛啊。经过了3个多月，竟然都没有人理他呀，1块钱也花不到。旁边有一个卖烧饼的小孩儿，看了十分不忍心啊，慈悲之心油然而生啊，心里想：哎呀，老和尚太辛苦了，我就把卖烧饼的钱给他吧。于是就把当天卖烧饼所得的钱全部捐给老和尚了。市集里面这些人呢，听说卖烧饼的小孩捐了钱呢，个个心生惭愧。就想了，卖烧饼的小孩都知道发心做功德，难道我们还比不上一个小孩子吗？于是呢，1传10，10传100呀，你也布施，他也捐钱，一下子就把建庙的钱筹齐了。老法师十分感激这个小孩，就对他说了：小朋友，你今天发心做了大功德，便是我们佛寺里面的大护法了。将来你若有什么困难，你可要记得到寺院里面来找我啊！小孩子回去，因为交不出卖烧饼的钱，而被老板给解雇了，一时找不到别的工作，他只好流浪街头，最后沦为乞丐啊！每天不但3餐不济啊，而且头上还长了很多拉力啊，眼睛也乌瞎了。正当他贫病交迫、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忽然想起老和尚说过的话，顿觉绝处逢生，就一步一步摸索往寺院慢慢走过来了。而老法师因为他修持得道啊，已经证得3明6通，知道小乞丐将要到寺院来求助啊，就在当天晚上召集所有的徒众，交代说：明天有本寺的大护法要来哦，大家要开山门恭敬迎接，不可怠慢啊。第2天，全寺院里面的执事、法师啦、工作人员洒扫一带啊。可是直到傍晚都不见有什么大护法来。老和尚叫人来一问，知客师很疑惑地回答：没有什么大护法光临啊。老和尚就责问他：难道今天什么人都没有来吗？负责的人就说：没有什么人来呀，只有一个瞎了眼睛的小乞丐，他要进来，我怕坏了我们迎宾的大礼，就给他几个饼，把他打发掉了。老和尚一声大喝：这个小孩就是我们的大护法呀，赶快把我们的大护法追回来呀！知客师闻声惊愕，面有难色，又不敢去违抗住持的吩咐，只得立刻下山去追寻了。幸好小瞎子脚慢啊，不久呢就追上了，便把这个小瞎子迎进了寺院，恭敬的招待，百般的呵护，让他在寺院里面住了下来。想不到有一天夜里，小瞎子上厕所，竟一个不小心就掉下茅坑，淹死了。消息一传开啊，就有很多人替他打抱不平了。这个世上哪有什么因果报应啊？这个小孩子本来卖烧饼为生，日子过得好好的，偏偏做了那个功德以后，就交上了厄运。先是被解雇当乞丐，又瞎了眼，好不容易在寺庙里面安顿下来，却掉到茅坑淹死了。你们说说看，好心哪有好报啊？话越传越盛了，终于传到老和尚的耳中了。有一天，老和尚就召集村里面的人呢，把这个3世因果的公案做了一个了结。老和尚就说了：这个小孩依照过去世的业障，应该要受3世的痛苦。第1世他要受穷苦的报应，现那种拉力相；第2世呢，要受瞎而不见的报应；第3世他应该跌进茅坑淹死的报应。
可是因为他一念的慈悲，发心做了大功德，所以将三世的罪业提前在这一世当中完全受报了，省去了后面两世的痛苦折磨。现在他已经超生到天上去了，因果历历不爽啊！难道可以用凡夫的眼睛去看待吗？去衡量吗？因果炯炯昭彰啊！难道是善恶无有报应吗？你们不知道啊！这个公案叫做三世业报。所谓作恶必昧啊，作恶如果不昧，是前世有遗德，德尽必昧。为善必昌啊！如果为善不昌，前世有遗殃啊，前世的罪业还在，殃尽必昌。如果这个罪业一消完了，那必定很昌旺。因果报应的定力实在是丝毫不爽。我们所有的众生应该都要知道，不要任意的去欺负别人、糟蹋别人、伤害别人，用诈骗的手段去谋夺别人的财产。以后这个报应不是此生报，就是来世一定会出现的。这一点希望大家要谨记在心。阿弥陀佛。